想问一下，就是吴怡农他有提出全民皆兵的宪法，让谁讲的？吴怡农就是那个你两个，那个渣男呐，不要听他的。不应该形容人家是渣男。那意见有不同，大家充分讨论，都是关心国家，都是关心国防安全，这应该大家充分交换意见。这个辉航照辉航的标准跟国际的惯例来做，我们认为不应该影响我们相关辉航的运作。这是一种中国大陆的小动作吗？目前还在了解。那陈同佳应该就是渣男嘛，因为他杀了自己的女友。那现在就是他的那个女友的妈妈就有写信说，希望台湾政府程序能够简化。可是这个东西到底是出在台湾政府还是香港政府？他不只是渣男哦，他那个如果只讲渣男那太客气了，他是个杀人犯。那这是涉及到司法管辖权跟很多公权力的运作。我们认为香港政府应该跟我们政府就有关司法互助等等来进行。那我们非常同情被害者的父母，那也希望他就近要求香港政府赶快来让杀人犯绳之以法，不要让他在香港拍拍照。我一辈子都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努力，为人权努力。那我们对于有关这个新闻频道等的运作，都依照国家的法律，让独立机关 NCC 独立运作。美国有一份民调说，如果出兵台湾的话，美国人民的意愿蛮高的耶。我们很谢谢美国人民关心台湾，但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台湾人要为台湾这个国家、为我们的土地自己努力，不能只有期待外人的帮忙，也只有自助才能得到人助。想问一下，就是吴怡农他有提出全民皆兵的宪法，让谁讲的？吴怡农就是那个你两个，那个渣男呐，不要听他的。诸位好，这个在开始今天的议题之前呢，因为您在刚刚那个进来前受访的时候讲了一些话，我想给您再说明一下的机会了哈。因为吴怡农他经常是智库的成员嘛，他经常做一些研究，那他提到说全民皆兵要祖国土防卫队的主张等等了哈。那或许您意见不一定一样，但是您可能说这个是渣男，不要理他诸如此类哈。那引起了轩然大波了，因为渣男这件事情跟吴怡农好像大家不是传统中印象不太这样定位他。那是不是您讲多了还讲快？您要不要再讲一次，好不好？我想我的意思是说，不要理他。我讲渣男，我不记得我讲渣男。有，您有这样的时候我讲渣男吗？对。所以我的意思说，让您是不是再说一次？因为我再讲一下，我插话一下，我相信主委是有风度教养的人啊，不会讲这些没礼貌的话了哈。不，因为媒体都已经现在蛮轩然大波了所以是不是让您再说一次，好不好？因为您的原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我个人认为啊，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年轻人。是。但是呢，他一些想法，我觉得偏离主题。我极不喜欢。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要全民国防。我假如有讲的渣男呢，决定不是说他个人是渣男，我觉得这个计划是不值得考虑的。我可能是这个方面，我讲就是说你觉得这个计划很渣，但你不是说他是渣男这样子。我想我不至于要去伤害他。OK， 因为私底下他跟我还蛮要好的。好吧，这个澄清很重要了因为毕竟我们人都可以有不同意见，是激烈辩论，但是真的我觉得要把吴怡农跟渣男画上等号，跟我们一般人认知是不太一样。我希望他不要太难过，我不是故意的。好，您已经澄清了，您认为您觉得他的意见不够好，但是您不是认为他是渣男，对？是。好。